是 CP 值很高，又可以防考试偷窥，又可以吃饭的时候防飞沫传染的。考试袂使偷看隔壁，病毒嘛袂喂互隔壁。即马全台湾的小朋友上厉害的，就是洗手。明仔载就要开学，卫生局人员伫校园边消毒、清洁疫苗防疫措施做甲到。对，家长一定要2剂才能进校园。老师的部分就是希望他也是能够满3剂啦，连1剂都没打的，1周都要做一次 PCR。南北全力的防治病毒。台北、新北、桃园高雄的教育局拢宣布，只要一个人确诊，全校停课14天，比中央的规定更较严。台南是维持一个人确诊，全班停课14天。新学期新希望，甘愿抓较严厉。若无想要约看卖是谁确诊，就继续甲喙暗挂好来约我是谁。我们有个老师拿下来口罩，我一下子认不出他是谁。从他来到现在，我很少看到他的真面目这样。然后我自己又一直端详了他很久。新学期防疫措施要写的做好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